各位同學，大家好啊！呢一個 video 咧就想介紹一下咧點樣咧去填寫我哋嘅 Form A、B 同埋 C 嘅。相信咧大家咧應該都會收到咧呢一條嘅 hyperlink 啦。咁咧大家咧可以 click 開佢咧，或者咧將佢 copy and paste 咧落去個 browser 度嘅。咁跟住咧會去到呢一個版面啦。咁我哋就撳咧呢個 make a copy。當你咧撳咗個 make a copy 之後咧，就會 copy 咗有一份嘅 Google Sheets 咧去到自己嘅 Google Drive，咁你咧就全年咧都可以咧去根據咧呢一個嘅選科咧去作一個調整嘅。咁而家咧我就逐項介紹一下咧每一張 sheet 咧係講啲乜嘢嘅。咁第一張 sheet 咧 readme 咧，咁就有呢度咧有好多嘅 instruction 啦，咁以及咧下面咧就係有唔同大學啦或者一啲學院嘅 calculator 嘅。咁跟住咧第二張咧就係個 projected grade 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想大家咧填寫咧自己最近期嘅一次嘅 predicted level 嘅。例如如果你係中五嘅同學仔咧，你就可以將 second exam 填落去啦。如果咧你係中六嘅同學嘅話咧，你可以填第一次或者係第二次 mock exam 嘅時候嘅成績落去嘅。咁咧，我而家咧係隨意揀選一啲嘅 choices 啦。咁我填自己讀 M1 啦，讀 physics 啦，讀 chem 啦，咁我隨意亂咁揀啦。332A 問號，咁我係達標嘅嚇。咁如果我係唔達標嘅話咧，佢會顯示 no 啦。咁跟住咧 Best 5嘅成績啦 ，Best 6嘅成績啦，咁都顯示咗喺呢度嘅。咁名class number，咁同學仔可以自己填寫啦。咁我哋填寫完呢一版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去到咧填 Form A 啊。咁 Form A 咧其實就係咧我哋去諗一諗，我哋去計劃一下咧，我哋嚟緊 JUPAS 咧有20個 choices，我哋會揀啲乜嘢咁樣。咁包括咧係填翻個曲啦，揀翻係邊一間 U 啦，咁然之後咧再填翻相對應嘅 program。咁如果咧你想知道咧一啲個 program 裏面咧嘅一啲資訊嘅話咧，咁你咧係可以去到 JUPAS 咧呢個 admission score 嘅位置咧，其實就可以揾翻咧最近一次嘅一啲數據嘅。咁呢一度咧都可能咧唔同嘅院校啦，都會提供唔同嘅數據啦。例如 City 啦，咁佢會提供 median 同埋 lower quartile，咁就未必有 upper quartile 嘅。咁有啲計算啊，咁大家咧就可以咧揾一啲咧自己中意嘅科目啦，咁咧就去填寫呢一版嘅。咁填寫呢一啲資料咧，除咗你可以去 JUPAS 嘅 admission score 之外咧，咁另外咧你亦都可以咧係 click 呢一個位置。咁因為咧，你喺前面咧已經揀咗喺邊一間 U 啦，呢一個位置你已經揀咗去邊一間 U，咁所以咧相對應嘅 calculator 咧都會喺後面度顯示，咁你可以咧 click 翻咧相對應嘅大學，咁咧有個 score calculator 嘅，咁你亦都可以將自己嘅成績咧輸入去，咁然之後咧就將自己嘅分數咧就打喺呢一度嘅。咁所有嘅資料咧，其實都可以去到 JUPAS 嘅網站啦，或者係咧該大學嘅網站嗰度揾到嘅。咁咧呢一版咧，我哋就期望同學仔咧係能夠喺中五嘅暑假至到去中六，大約係12月期間啦，係交 JUPAS 嘅時候咧就去填寫嘅。咁當然咧，你喺中間咧可能會有好多嘅修正啦，好多嘅改動啦。咁我哋都期望咧同學仔喺交去 JUPAS 嘅 version 咧，就係 finalize 咗之後咧，就喺呢一度咧亦都相對應咗一個 update 嘅。如果你仲有一啲改動啦，又或者可能你有啲想法，你考完 DSE 之後，你覺得自己有機會可能會高分喎，或者可能有機會會低分，你可能會有機會有一啲轉變嘅話咧，咁就嚟到呢一張 sheet 啦，咁就係 replacement。咁其實咧就係俾啲同學仔咧係去填寫咧你如果考得好咗或者考得差咗嘅話咧，你會有啲乜嘢嘅策略？或者你會加啲乜嘢嘅科目入去嘅？
咁當然咧，呢一度有20個啦，但係照道理咧，其實應該就唔需要用到咁多嘅，可能咧大概填5至10個，咁就可能咧係5個係課你考得好好嘅時候，你會點樣做啦？或者係有5個考得比較差嘅時候，你會點樣做啦？咁當你填寫完呢頁之後咧，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到 Form B 啦。咁 Form B 咧，我哋就期望同學仔咧係6月嘅時候填寫嘅。咁喺6月嘅時候咧，因為都差唔多放榜啦，咁都要為自己打算啦。咁因為同學仔其實你都考完個 DSE，咁你都約莫咧知道自己嘅成績高高低低咁樣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可以咧係去根據你嘅 Form A 啦，同埋根據咧你嘅 replacement 咧，就去做一個最後嘅更新。譬如係如果考出嚟嘅成績我係比較理想嘅話，咁我到底會點樣排咧？咁個次序咧可能同 Form A 係會好似嘅，不過咧亦都有可能如果我考得係比較好啲嘅，可能我會咧換一啲嘅 choices 入嚟同出去嘅。咁呢一個 original 嘅意思咧，其實就係講緊呢張 Form A 啦。咁而如果我新加嘅內容咧如果我考得好好嘅話咧，我想咧放個6901喺度咁樣，咁我可能咧會有啲調整咁就會 replace 咗去張 Form A 嘅一啲 choices 嘅。咁如果我考得差過預期又點算呢？咁萬一失手，我又應該點做呢？咁呢度咧同樣地都有另外一張 sheet 嘅，咁同學仔咧亦都可以考慮下啦，即係喺你整個6月裏面咧沉澱一下，諗一諗到底咧你喺DSE 嘅成績如果係考得好咗或者差咗嘅話咧，你會點樣做？咁同樣地咧都係可以咧係根據啦你嘅 Form A 啦同埋你嘅 replacement 咧呢度係有得揀選嘅。咁當然咧亦都可以同張 Form A 一模一樣嘅。咁當你咧填寫完呢兩個表之後咧，就仲有多一個表嘅就係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啦。咁因為咧喺12月啦，去到5月期間，甚至去到6月期間咧，咁開始咧你會收到一啲 conditional offers 嘅，例如 JUPAS 咧可能會有電話打俾你啦，可能 interview 嘅時候可能會同你講啦，話如果你考到某個成績嘅話，就一定會入到啦，我哋一定會收你啦。咁呢啲咧資訊咧，其實咧對於大組老師嚟講都好緊要嘅，咁所以咧你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就輸入翻相關嘅資訊啦，例如原來 UST 咧呢一科咧佢咧只要係 Phy Chem Bio 咧有5咧佢就必收啦咁樣，咁你可以咧將啲資訊咧係打喺度。咁又或者咧係一啲嘅 non-JUPAS 嘅 degree 或者係sub-degree 啦例如係一啲嘅副學士啦咁如果你哋咧係收到有一啲嘅信息可能咧有一啲 offer 俾咗你，或者可能已經決定咗係一定會收你嘅，咁你咧都可以咧係作出一啲填寫。咁呢度咧就係 conditional offer 啦，有條件地取錄，可能你要考到一定要合格某一科，或者可能某一科一定要攞5先得嘅咁樣。咁又或者咧係冇條件取錄就係話咧我必定會俾個 offer 你，或者我已經俾咗個 offer 你㗎啦，無論你考成點。咁呢啲資訊咧對於大組老師嚟講咧都好有幫助嘅。咁另外咧，仲有一欄係 overseas 啦，就係話你會唔會咧去到外國嗰度讀書？咁如果你有嘅話咧有呢個意向，或者可能你有報過任何嘢嘅話咧，其實都可以交代一聲。咁呢個咧就係期望咧同學仔係可以喺中六嘅大概6月左右咧係填寫 Form B 嘅，咁就方便咧大組老師咧去作出一啲嘅專業意見啦。咁跟住咧就去到7月放榜啦。咁7月放榜嘅時候咧，大家一放榜嘅時候咧，攞住個成績，咁就建議大家咧可以咧喺呢一度咧填翻你真正嘅 grade 啊。咁當咧同學仔咧你填寫咗你嘅 actual grade 放榜嘅成績之後咧，咁我哋就去到最後一張就係 Form C 啦。咁之前咧我哋將 JUPAS 嘅 choices 啦20個咧，其實已經填咗喺 Form A 啦。考完 DSE 之後咧，我哋又填咗 Form B，即係話如果好過預期同埋差過預期嘅時候，你會點樣做？咁所以咧，去到 Form C 嘅時候咧，你應該就已經好有 idea，應該係點樣去填寫㗎啦。
咁大組老師咧，亦都會一路陪住大家咧，係去填寫你最終嘅選擇。咁咧，因為咧你前面 Form A 咧，其實已經填晒相關嘅資訊啦，咁所以咧，當你咧係揀選啲 choices 嘅時候咧，後邊嘅資料咧都會一併出現啊，咁你就唔使再咧係好彷徨咁樣咧，慢慢喺度揾資料。咁所以咧喺最初咧填寫 Form A 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噶。我哋嚟一個好簡單嘅總結。喺 Level Prediction 啦，同埋喺 Form A 呢兩張 sheet 咧，我哋係期望同學仔咧喺中五嘅 Second Exam 之後啦，暑假期間，直到去12月，大家交 JUPAS 嘅時候咧，係去填寫嘅。咁一路填寫咧，你嘅大組老師咧一路都會 mon 住你呢兩張 sheet。咁去到12月咧，真正去交個 JUPAS Choices 之後咧，都請你咧係將最後嘅決定咧係 finalize 咗佢咧，然後填寫喺呢一個位置。而到12月至到去6月期間啦，如果你有任何嘅想法嚇，可能係你覺得自己考得好咗啦，或者係差咗啦，或者可能咧一啲 program 嘅轉變啦，你想有啲加減嘅嚇，想掹咗一啲 choices 啦，加一啲 choices 嘅話咧，你就可以係填寫呢一個位置。咁去到模擬放榜附近嘅日子咧，我哋就希望同學仔咧係可以係填寫呢3張 form 嘅 Form B。如果考得好咗，你會點做咧？你將 Form A 會點樣排過啲次序咧？如果考得差咗，你將 Form A 會點樣排次序咧？以及係咧有冇其他嘅 additional information？最後去到放榜嘅當天咧，就想大家咧係填寫你嘅真實嘅 grade 啦，以及係咧係填寫最後嘅排序。咁呢一個咧就可以方便咧大組老師咧係同你一路咁樣商量，一路咁樣填嘅。咁有關於咧呢一張 Google Sheets 嘅介紹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希望咧透過呢一個 video 咧，同學仔能夠更加了解到咧 Form A、B、C 嘅填寫方法。大家記得咧係要好好咁樣去填寫。咁因為呢啲資料咧，如果係填得越多啦，越詳盡嘅話咧，其實對於大家放榜當天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而大組老師咧亦都可以俾到更加專業、更加好嘅意見俾大家。呢個 video 嚟到呢度，再見。